你电台读甲戆无？无啦，无遐严重啦。因为我处理一寡代志，就是嘛是为着恁遮的好朋友啊，对唔对？嘿啊。你即句话严重啊呢！处理一寡代志，为阮才好朋友是，你较早开讲我知啊。唔是开讲，啊尾啊我接触啊，接触迄个啥，迄个个别式的啊，啊对无？啊你看阮这新的，阮上新的材料，你望看嘛，好多好少，阁袂掉吧？哎，阮即摆2020要促销哦。是咧，阮才袂讲过啊。无啦，啊，大家老朋友较有相报啦，咱讲实在啦，嘿啦。对，副业做了非常的好啦吼。灰啦。过去迄个行业，过去即个进前迄个行业，啊未大规个个进前迄个行业。哦，豆头啊，豆头。真拄啊，真正讲个豆头，真正豆头咧。我真正做豆头啦。迄当阵，啊，碰过是阮的主任委员啊。你当初嘛，啊，甲柯浩顺啊，对啊，看我衰咯。对啦，迄当初做你讲的主任委员，你看我衰啦。因为跟个梁鸿太子店啦。哎呦，无三当就关啊啦。无啦，新闻走了了。你公主不正嘛，思想歪。无啦，迄个要来用，你当时偌济人去安尼？哦，林山林海啦。这3字爱用华语妥中康，嘛是伫出入。哎，搁一个哦，贾金燕。即摆咧，你知咧？阮规座，我今仔日要讲，我大家知，我今仔一定要讲，我讲，好，拜托各位观众朋友，我讲，这段就是我讲的，规定这人艺人，互因迄个较早迄个无闲的，叫做注意嘛，吼。紫色的衫啦。注意啦，安读对啦。对啦。啊，就是本身就是兼机心嘛。是啦。啊，你倒头嘛。我倒头啦。有一回就是金钟奖要入围进前。要去入围啊啦，对，啊，咧，阮一堆人去问啦，澎湃，伊拢安尼甲我话，新明三太子讲噶，伊讲华语啦，无啦，伊金融太子啦，啊，就是你家己都袂记的，但是，无啦，好啦，对，你有信心啦，唔是啊，对，你心里怎么混？你心里混对，他无法讲爱关系嘛，我讲啦，你讲啊，好，你讲，歹势，我莫插嘴，当时我迄天拄晓困无得，安尼哦，歹势，有，对，迄年哦入围足侪项的啦，替西玉玲珑也入围啦，草地状元也入围啦，我个人入围2项啦。因迄个情报迄个注意啦，澎湃，要拿几支啊？伊是讲要加几支金钟奖，我讲哎，唔免话，啊孙啊，野心较大啦，2支。啊，那给你们2支好了啦。意思是讲哦，伊也得奖，我也得奖，但是安尼不对哦。孙啊若得奖是照顾我嘛得奖。草地状元我若搁得奖，爱是毋是爱3支？对不对？结果拢几支？呵呵，1支。第三个你拢讲句，草地状元得奖，恁某有准？啥物啦？无我讲爱关起，无啦，迄新明伊咧甲你讲的，我有当天，我拄则已经讲，迄天我无在场啊。喂，原来关起，啊，就知伊是安那刷位，因为你不3时去，啊，新明挡袂牢，你就歹解，你听无？啊，过去我新明我搬所在嘛，嘿啊。你若讲强庙吼，咱就爱介绍几特别来宾来破下歌了者啦。苏菲啊，麻烦你用台语自我介绍一下。嘿，大家好，我是 Sophia， 我的本名叫做刘佩君，今日就欢喜会使来到这个节目，这嘛是我头一摆欢喜。就紧嘿对。搬了真好啊！哦，刚才你有咧甲我斗教，真正足困难的。我当时看电视，感觉足简单的，结果家己来，哇！我感觉通灵较简单。通灵较简单。你讲对哦，伊是咱台湾真正是通灵小路。这中国啊，中国小路啊。不，咱就承认就好，无要紧。专经啦，专经是通灵小路。吼，你开讲诶。细汉的时阵是无家己的宫啦，差不多高中读1年的时阵开始服务到大学毕业。嘿。啊，你一个查某囡仔人做伙安尼起价，你袂感觉家己怪？我是用安尼种的啦，我无跳啊，人大箍跳起来无好看。这大家好奇啦，迄是真正神来挖假是安怎？迄是讲应该讲灵啦，啊灵嘛是有悬有假，所以咱大家去拜拜的时阵嘛爱去分辨。伊若是甲你讲啊，叫你啊友好啊，做好代志好，你会使听。啊，叫你做一个歹代志，你就袂使讲，伊是神，叫你做歹代志，你嘛去做。头壳爱去分辨。清楚啦。你听对我讲的，咱的健康的教育啦，
宗教的教育真正拢需要咱公共电视台来斗相共。有影吼。啊，即摆佫会通无？即摆真正较无啊，因为咱去通灵了后，你也看咱公共电视迄通灵少女的迄个电视剧就知啊，迄毋是干那咧处理灵的问题，大部分是咧处理人的问题。所以吼，咱拜拜哦，我了后会出书啦、写册啦，啊，佮有讲换这电视剧，就是要甲大家分享讲吼，逐项代志毋是拢一直问神，啊，咱来看卖讲，爱有一个慈悲的心，爱解决问题，逐个人拢会拄着问题啦，啊，毋是讲神明就一定爱甲你斗相共，有啥咱有一个较欠点的所在，咱嘛是爱改爱修，人就是爱修的。听无听无？哦。今仔是间拢慈悲甲咱斗相共是的，啊，咱袂使甲神明当做敢若敢若员工安尼哦，我有甲你添油香，你就一定甲我斗相共，安尼就会用骗伊哦。对啦，家己的细汉的安尼咧画咧啦。咱节目名称小改一下吼，画山画水画强庙。这身躯啊，这身躯叫做棒球的裁判。咱两个捌拄过。有哦。有啦。我今日是特别来想要甲你讨笑。我听讲有一摆伫新庄发生代志对吧？你莫看阮碰过老懵老嘛是在剥土豆，牵球有法度牵，哦球嘛是秀球，我一场哦，伊咧新庄遐拍球，我做主审哦，牵球秀球，啊一摆去来捌打拍，保鲁波你可能袂记，保鲁啪，为我胸口直接拍来，我是。惊讲啊，应该无代志算啦，爱结甲安尼无代志迄款型无。结果等伊身躯洗了，感觉喘气敢若无介爽快。过顿到过去买铁牛运功伞，对来就一礼拜呢。哎呦，是的，是的。你负责啊碰过。是。不过吼，我来遮我嘛爱特别讲，嘛是爱感谢碰过。安怎讲？碰过咧，阮棒球界先摆，啊，伊偌爱棒球，大家拢知。是啊。伊之前佫拍一个电影嘛，《求爱天公》有无？了一个。系啊。碰过拍煞了，伊遐球具啊、推啊有无？伊拢交我拢去交去互迄个有需要的较欠的迄个学校。哦。互因继续去拍球。寿山呐，南港拢有收到。你像咱10月份迄个咱台湾、韩国、日本这啊，明星棒球聚集来台湾啊，碰过甲你嘛个人咧开700-800去哩啊。啊，我太济才欢喜，对，这样，大人足尊重的，阮球界就有阮足尊重的。